请咱三甲来看圣经，以弗所书3章第1节到第3节。以弗所书3章第1节到第13节，我来读。因为安尼，我保罗为着恁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受患，恁若捌听见上帝为着恁所赏赐我恩典的这份，就是用启示予我，伫迄个奥妙，亲像我已经有大略写的。恁读伊就会晓得我知影基督的奥妙，是前代未捌互人知的，无亲像现今伫圣神启示伊遮的圣的使徒先知一样，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护士，当做一个身体，三角有分伫所应允的。我做这个福音的采用，照上帝恩典的赏赐，就是照伊的权能所运行来赏赐我的。第8节，我是正使徒中第一世，得到这个恩典赏赐我，通将基督未测度得的富有传予外邦，也互众人拢明白这个奥妙是怎样安排。就是历代以来，抗捌伫造万物的上帝，当要对教会，互伫天里这个办正思维有权能的，在上帝百般的智慧，照伊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定着万代的旨意。第12节，点伫伊，咱这个对信伊。有好大个害在来亲近上帝，所以求恁无得为着我替恁所受的患难来累积，这是恁的荣光。以上。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也感谢咱嘉南教会，互阮这个机会，就是咱的学校，而且的诗班会当伫咱中间，甲咱三甲敬拜上帝。愿上帝祝福咱，咱三甲仰头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你分别最圣的日子，阮三甲聚集伫你的殿里，而且阮要敬拜服侍你。愿阮今仔日的敬拜会当成做芳芳的祭，互主你欢喜。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。迄个主要的内容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自我介绍，伫遐讲明伫上帝的旨意内面，保罗伫外邦人中间迄个特殊的角色。第1节到第3节13节，保罗伫遐强调为着耶稣基督。正做受患。第2节到12节，伫讲起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的这份，一个人受掠、受关押，原是真见笑的代志。但是为了耶稣基督，受掠、受关。却是公营的事。保罗伫遮强调，伊是为了耶稣基督受掠，也为了将基督的福音传予外邦的遮个人伫遐受关押。所以保罗甲以弗所的教会的遮个信徒讲。讲无要为着伊的遮个遭遇
来忧愁、来悲伤，因为这是伊的公营。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也着各得公营。保罗讲伊会当得到外邦人使者的这份，是上帝特别的恩赐。将福音传给外邦人，也是上帝托付予伊的一个使命。保罗认为，关心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信徒，确确是伊的职责。保罗讲福音的奥妙是对上帝直接启示予伊的，也爱伊将这个来分享予以弗所教会的众圣徒。保罗真有自信，安尼讲伊亲身了解福音的奥妙，伊也捌伫写批予以弗所教会的中间来讲解过。这个福音的奥妙，伫以前无人真正了解，直到现在，则对圣神的启示，和这个福音的奥妙。来用使徒甲先知来显明出来。这个奥妙就是外邦人要甲犹太人伫耶稣基督内面合做一伙，成做一体，来同享上帝赐予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祝福甲应允，也同享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。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来分享的题目，就是福音的奥妙。什么是福音？第一，对保罗本身来讲，福音是上帝的恩典，也是上帝赐予伊的恩赐。保罗家己认为，伊是不配做使徒的，因为伊捌迫害教会，逼基督徒。伫大马色的路上，主耶稣改变了伊，不但无互伊死，反正互伊成做使徒。保罗虽然认为家己是使徒中间最细，总是上帝却将福音的奥妙来启示予伊。保罗搁伫上帝的带领的带领下面，将福音传遍了当时的外邦世界。罗马书15章14节到24节，伫遮甲咱讲福音对耶路撒冷来开始。传遍了地中海各所在，甚至到伫现在的迄个南斯拉夫，伊阁计划要去罗马甲西班牙来宣教。对保罗来讲，得到福音甲传福音是一体的两面，就是将上帝予伊的真道甲外邦人来分享。第二，对你外邦人来讲，福音就是大好的消息，就是上帝的救恩要临到遐个无仰望的外邦人。保罗讲这个人原本甲上帝国无关系，是局外的人。但是保罗却将这个上好的信息来带予因。这个拯救的福音，就是罪人悔改。罪人要因为信称义，因信称义就是外邦人唔免受割礼，
唔免入犹太籍，唔免受犹太人的这个律例典章，也唔免受犹太礼仪风俗的约束。外邦人只要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因的主，因就要得救。第三，讲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福音就是上帝的怜悯甲赦罪。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，是上帝特别拣选的百姓。上帝甲因立约，要祝福予因，总是以色列百姓一再犯罪，一再背叛上帝，结果互上帝来击杀。因为安尼，以色列百姓因就困苦流离，真做奴隶。但是上帝怜悯因的软弱，愿意赦免因的罪，佮予因机会，只要因愿意悔改，就通倒转到上帝的怀里。第二项，讲什么是福音的奥妙？福音的奥妙就是耶稣基督。保罗讲，迄个创世以来最大的奥妙，就是上帝道成肉身，神成做人，甲人做伙生活，做伙受苦，最后替人受钉伫十字架顶，亲自担当人类的罪责。这是极大的一个奥妙，若毋是对上帝来启示，无人会当了解。就是伫古早的时，遐个先知也袂当完全来明白。伫拄则所读的占圣经中，保罗甲咱讲，这个无互人知影的奥妙，上帝已经向咱公开了。保罗甲咱讲福音的奥妙，伊包含第一，基督是独一的拯救。伫第6节，遮甲咱讲外邦人只有通过耶稣基督，才会当甲上帝的选民同做互事，同成一体，三甲有份伫上帝的应允，非常的清楚。基督是独一的拯救之道，世间无有任何其他的方法通互人得救，因为除伊以外，无有赐落别的名。因为只有上帝是真活的上帝，无有基督，咱这外邦人就袂当得救；无有基督，基督徒就无有永生的盼望。而且第7节佫甲咱讲基督徒所有的文字，拢是对上帝相似的。第二，基督有丰盛的能力。伫第8节讲，我是正圣徒中间第一世，得到这个恩典赏赐予我，通过基督迄个袂话尺度的丰富，传予外邦人。基督袂尺度的富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互青迷的看见，互歹骹的行路，互太高的得到医治，互死人搁活，也有就是互基督徒的性命
伫遐完全改变，互信伊的人拢要称做上帝的囝儿，互咱遮个原本无相捌的人，称做主内兄弟姊妹。伫人所袂话的，伫基督丰盛的能力内面，无袂话成的事。保罗伫遮特别强调，历代以来，迄个隐藏伫上帝内面的奥妙，已经向咱来公开啦。就是借着耶稣基督，要互外邦人甲犹太人成做一个新的团体，就是基督的教会。第三，基督彰显了上帝的智慧。伫第10节安尼讲，当要对教会，互伫天年才会办正事的、有关联的，在上帝百般的智慧。百般是用来形容遐个花蕊、彩衣，甲遐个锦绣，迄款的丰富的色彩。百般的智慧是记着教会多元的文化这个群体，乃是上帝的智慧，也就是教会内面无同款的种族，迄个皮肤的色地、语言、职业、性别，组织伫基督的迄个团体的内面，因拢伫基督的内面，三亲三疼。不同的教会有无同的教义、礼仪、形态，只要甲得救无关系的，拢会当互教会的即个内涵更较丰富。教会是多元的，所以信徒应该用尊重的态度、甲包容的心来相款待。第四，基督的拯救是上帝的计划。11节讲照伊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所定的迄万世的旨意，意思是讲基督的诞生、死、复活，甲伊整个拯救人类的历史过程，拢是上帝的计划，也拢伫上帝的预定甲掌握中间。照保罗的意思，连外邦人遐个基督徒，望上帝的祝福得救，也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不但要拯救咱，互咱成做伊的囝儿，也爱咱成做福音的使者，将福音带到咱的亲情朋友中间。保罗讲基督徒亲像咧演一出由上帝所编写的剧本，观众就是天顶的使者，甲地上遐个未信主的人，所以咱就演好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角色。第五，基督互咱甲上帝国和。12节讲点伫伊，咱才会对着神有好胆，搁还在来亲近上帝。意思是讲，借着信心，咱通伫主的内面好胆无惊吓，向上帝来祈祷、来祈求。
保罗讲，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人甲人迄中间隔断的墙，废掉人甲人的冤仇，互人甲人会当和睦斗阵，互伫基督内面的外邦人甲犹太人合做一伙。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献祭，也互人甲上帝中间的迄个隔离的墙伫遐拆毁，互所有的基督徒拢会当成做祭司，通来到上帝面前，甲上帝和好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福音的奥妙是甚么？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死，搁活，互咱的罪能通得到赦免，互咱会当甲上帝和好，互咱成做主内的兄弟姊妹，成做一家人，咱三甲仰头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搁一摆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互阮知福音的奥秘，就是你为着阮死，为着阮国活，互阮会当甲上帝国和，互阮会当成做一家人，伫上帝你的恩典的内面，阮通得到救。阮感谢恶罗，拢归你的，归伫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